伊才讲伊无说一环。如果讲伊有说法，就是部分。但是咱今日在研究中庸的生活，就是要咱真正咱的心意学中庸，咱的行达到中庸之道。那么，咱就照着这生活来因心，因为啥物心？咱的菩提心。啊，有咱永远拢是咱的众生心，咱的色心来行持。咱今日会做做会做错，就是咱的色心行持。咱今日才会呢，伫遮做做业。那么咱今日听着生活了后，咱要如何引开咱的菩提心，真正达到中庸之道哦。因为呢，咱和尚古嘛，甲咱讲啊，道不在言语，啊，照声音来，照音声字来明理吼。言语道断，心行处别。哦，咱时常听讲师定的是安尼甲咱注意，因此咱了解这段经文，要咱怎么体了后，咱要如何用哦？文殊之道，必而稳。那么而且必啊，就是抱团的意思哦，就是像咱即阵各位先生。为虾米即阵大道抱团？伫青阳期道港帝王家，在黄永期道港师入，拢是单团独修，因为道啊个稳，迄阵还未足侪接触，迄阵还未足侪接触。到后阳期嘛，搭81件尔，到咱即阵白阳期100号8业，真正大家拢有业，前头嘛叫阳明应着迄一个长期迄点天不落雨。啊，若像咱咧外国的迄个，我今日来听伊到，你敢知影讲阴暗期会用变势？哦，啊，剩的财产毋知要安怎，剩的囝儿孙毋知要安怎。所以讲，今日会讲道因业界，啊业安怎有成效。今日有遮尔济接触，就是咱过去对青阳期、红阳期，到咱即阵做了真济做过程。哦，干那即个食就好啊。学校研究三字经的时阵哦，甲咱的小朋友咧读三字经啊，八牛油啥物啊？加克数，八牛油，主要曲真所属。咱咧三字经几啊千年以前，讲即大项是要互咱饲的，啊，要互咱这是道量小辈书籍，卖属鸡，只有古人所食。生理是安尼甲咱教，结果呢，咱的祖先毋知影饲只鸡啊吼，感觉讲哇啊无物件通食，啊就甲炒喷蒜头豆油，还是煮豆油汤，炒佫袂歹食，哇一错再错，一忙引众忙，相接入火坑。各位先生，就这样子哦，来写咱研究的中庸这段经文了，互咱了解为虾米咱有抱团有单团。那么而且咱爱去了解的是讲，咱求道的时阵，咱就知影哦，各位先生，咱就开始知影讲，咱的道内底，咱求道了后，受名师一致了后，真正三宝生活你有甲听落去。哦，我上学校民国63年求道，80年发生啊。学校63年求道吼，就知影咱学习的吼，我拢讲哦，毋知有偌好，阁是浪费了17天。听了三宝的时阵，茫然不知道的殊胜在哪里。那么只要咱若求道的当下，三宝来听你了，咱就知影有一个体有一个用。哦，就知影讲必是道之用，啊，是咱要如何去行功立德，哦，记了日子，记咱代志，会行功立德来做咱的德行。那么第稳就是道之体。啊，就是甲咱讲到咱的自性本自具足，伊是圆道光足足，每一个人拢是平等的。哦，咱求道的时阵，三宝若甲听落，听有清楚，而且佫有继续来开发会来听课研究，咱一定咱去体会这体用以前的物件吼。那么来到遮求道了后，咱就是要学道啊。哦，咱毋是讲啊求是不学，等于无求。但是各位先生，咱要了解，学校拢安尼体会呢？为什么咱的一贯都看袂出平常呢？可是咱头拄仔咧有点分师讲的，只要你受名师一致，你就会当身躯软高高。啊，若过去青阳期、红阳期的时阵呢，有啦，嘛有要上师呢，修到3000公800个，佫讲会当羽化作画。
嘛有，但是100个内底选无一个。可是咱建议天道大海普段，互咱身体治疗修了后，咱的天命的属性，只要你有受灵术一致，无反得败掉，你无外用功但是你长期绝对身软如绵身软如绵。这好汉嘛已经足济啦，因为前几只长期互我就接到电话，我就报个助理，报个电传师，咱电传师去就甲天客看卖啊，手甲摸摸的，面甲烧烧的，甲伊种刀，然后真正拢身躯拢中人。就是互较拄则讲到这个舍阮行快，我就去甲咱各位前辈分享，互较所亲身经历的爬山的因缘，甲咱扶风这李小姐来求道。各位先生，李小姐来求道的时阵是去互迄摩卡着来是哭状的。阮红点阮4点的，红点师这要安怎办啊？来哭状，规经典到心中来冲去，要安怎办？阮红点阮师讲，甲咱有点阮师共款，既来之则安之，互较旁叫中规互较贵拄咱组长上咧，立法组长卡咧，真的非常的专业。互较安尼用着手机甲拼安尼办的。各位先生，即阵即个李小姐已经阁生一个囡仔非常的水。你敢互我去拼咱李艳华传一张互下讲因妹妹即摆海莲水阁生一个，本来生一个，即摆阁生一个会使讲非常感恩着咱天恩师弟。所以咱一贯都看作平常，可是无共款的一种的显化。那么这就是道经、地经、天命经的属性。天命的属性是无法度去用言语来形容，可是爬山坐救护车来死昏昏去，几个人拢有看到阮杨明组长斗练着迄种紫色的规身躯咧记记。可是受咱灵师一致，咱尤其蒙电话师一直以后，即摆好溜溜进入病的病院内底小儿科来做护士。所以各位前辈。君子之道，道的显露，其实是伫咱日常生活当中，伊的比甲稳，就是伫咱的日常生活当中。咱是要我知影了后，咱家己知就好。你若我家己知影就我好就好啊，我独善其身就好啊。是咱知影道了好了后，咱要赶紧去度人，熟悉的人，因去远由咱家己的亲情朋友子女开始推广出去，甲咱的好朋友，咱有缘兄弟姊妹，互我去教读经班，互我嘛是咧导小朋友互我感受讲咱来教言传习俗，咱来暗传道，咱来学咱通文字。那么君子之道必经道在何处？就是伫三公五常、五伦八德、夫子子孝、兄友弟恭，家庭中的父子兄弟夫妻，一家同生，都在其中。各位先生，咱的老母，咱父母，伊的心愿就是啥物？就是爱咱会当真正父子同堂，夫妇同修，会当真正道化家庭。那么咱今日一贯